后来号称是全台中上大场，有将近100大单位的总站夜市，伫国庆的年假来开幕，想袂到根本都还未摕到营业的许可证。开幕第3天，都予台中市政府的经发局来罚款6万块，而且命令都要停业。业者讲，所入来的依法来申请，但是有部分的摊商讲，因已经成立这个单位的租金，拢无讲要安怎来解决。什么时阵会当恢复营业嘛？唔知影，互因是真苦恼。号称是全台中上大开摆摊位台中总站夜市啊，像伫国庆年假开幕，想袂到遮大夜市啊无营业的许可证。经发局一直到夜市营业的第3天才开单，强制停业。我会跟你先裁罚6万，压力，所以我不得不先偷跑了。号称是全台中最大的总站夜市呢，才开幕3天，就因为不合法被市府勒令停业。部分摊商得知以后很惊讶，来现场查看。钱有拿回来吗？可能如果还要再做就不会啊，我们也不晓得会不会再做啊。几百台生意人伫烦恼讲，唔知什么时阵才会使做生意，业者敢若伫面贴写讲，请大家爱等因。主管单位经发局是强调讲，业者申请要伫复审，有未少问题爱解决。它包括停车的空间、交通的动线，还有行人的那个路幅我们都有请他要提出改善的意见。是安怎无许可证的夜市会使营业，一直到第3天，市政府才开罚单。经发局是强调讲，3天拢派人去现场考证，点过拢唔听才会开单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夜市伫北屯第一运的总站，所以讲叫做总站夜市啊。本来拍算伫每礼拜3、拜5、拜6礼拜拢营业。14拜3，经发局又搁派人去稽查，若是搁违法营业，又搁开罚单上悬10万块。